今仔日早起，咱先继续来关心台师大女子脚球队抽回这个案件上新的进度。台北地检署昨昏去搜查，嘛头一届团换教练周大英，另外嘛以证人的身份约谈研究计划主持人陈中庆等4人到案。透过透明复审了后，今仔日透早以诈欺罪并周大英70万交保，而且限制出境甲出海。针对台师大女子脚球抽回案件，台北地检署25分做几落搜查，也第一遍约谈已经被停聘，也被撤销教练证的周大英。真侪媒体为伊问，伊拢无应。教练可以选吗？教练。另外，北检也以证人的身份约谈研究计划主持人陈中庆等4个人到案，以诈欺、侵占等罪嫌侦办。经过透明复审，周大英7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出海。陈中庆进行了请回，回头看规件代志，周大英用考学分做理由，中必选手爱配合运动实验研究抽回，学生出面指控了，代志愈闹愈大。教育部以违反人体研究法，处陈中庆停聘3年，周大英改聘1年未当聘做教师。我的错，还是希望球员能够原谅我。教练证对我来讲 OK 的，那我喜欢这个项目，所以我还会继续从事这样一个的足球运动。检调伫咧分析证据加金流了，怀疑周大英甲无参加实验的学生做人头，诈领补助金几落千块，另外补助金也敢若无分予真正有抽回的学生，直接变做女子脚球队的公积金。规件案件也搁伫咧继续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